再来国际消息，咱要来看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是真关心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和谈的进展。美国讲会甲罗西亚、乌克兰做伙伫咧沙烏地阿拉伯来谈判，而且袂互欧洲国家参与，因为美国的态度暧昧。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希望欧洲会当成立武装部队来对抗罗西亚的威胁。 德国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伫就是展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出席会议的期间，甲欧洲各国领袖，包括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森、芬兰总统斯塔布会面。芬兰承诺会伫俄乌战争好谈的时阵提供乌克兰援助。The idea is to give Ukraine political, financial, and military support to begin whatever negotiations begin whenever they begin from a position of strength. 美国是伫提出爱乌克兰用稀土换经济甲军事援助了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昨个表示，拒绝签甲美国的扩散协议，因为内容并无保障乌克兰的利益。It's not in our interests today, not in interests of sovereign Ukraine. Вона не захищає, вона ще не готова, щоб захистити нас, наші інтереси. Для мене дуже важливо. 第二国界关心俄乌战争好谈的进度，除了美国以外，G7国家外交部长拢同意继续支援乌克兰，对俄罗斯施加上大压力，协助乌克兰达成英国和平协议。美国众议的外委会主席迈克尔·萨迪这时阵透露，乌克兰谈判如果会由美国官员伫沙烏地阿拉伯、甲俄乌双方的代表展开，而且拒绝欧洲国家参加，引发欧洲各国反弹。And that's a bit different formula, and therefore. Yes, we need to be in the room where negotiations will be, because we are going to bear the consequences as well, and we are going to be a part of it. 对此，泽连斯基伫安全会议面顶认为，伫美国支持的不确定性，还有俄罗斯的威胁之下，欧洲国家必须爱替家己的安全建立一支属于欧洲的武装部队，和欧洲的未来由欧洲人家己决定。公司新闻台是董编译。